年台南好礼甄选活动正式起跑。台南市长黄伟体、经发局长林永川及多位议员贵宾正式宣告第2届台南好礼评选开始，时间为今仔日开始到7月19日，以30件名额扩大到60件。过去30组要扩充是为了怕避免遗珠之憾，那现在扩充到60组之后，如果有品质没有达标的我们宁可不足60组，为的是要维持台南好物、台南好礼的品质。那今年不仅是要带文创、带美食，更希望说大家能够对于今年台南400所产生的这个台南好礼，能够更加青睐、更加支持。伫现场嘛展出去年头1届台南好礼得奖盘手礼，为200多件当中选出30件，每一件拢是2024台湾灯会所指定。这摆将选出上有台南特色、影响力以及品牌故事的好礼，分成3大类，相对美食、新鲜、文创做评选。带好礼、带美食及带文创那我们希望所有人可以在这400年的这个活动当中，把这些礼品都可以带回家除了这个袋子的袋除了可以装得满满的、丰丰盛盛的，也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那个经济成长。通过评选的店家将成为台南好礼代表，主办单位会替每一间店家制作奖牌、手册小解，得到迄宣传影片、活动展售等机会，嘛会当作为市府各机关以及民间机构采购的优先选择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告。